前大家晚安。希望在今时点，咱在在之上呢，大家在在的讲下。那当然，前礼拜呢，因为这个小伙子的这个天呢，回来传布。那这礼拜当然，较小我，也一方面，咱去注意这个大家呢，像咱讲是注意，当呢，你咱着做旁边来甲这个同学呢，大家做有关的这个鼓励加记得。当然，因为咱伫前礼拜，拄好因为时间上，咱伫这个八品呢，这个256点这一段呢，拄好剩尾这200这2步。那因为拄好时间上的关系，总行很大小步，所以呢，这个所在是解决当然，这个大概是第一开始呢，我较前礼拜我们大家上课就讲，到甲法官本前书记这站呢，做一个段落。当然呢，这个当中再传做一个检讨。咱今日就拄好到这个新地无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健康，新来新去。本3万，而这一段呢，因为这段就是六组为连大师呢，用到了继承来刚刚开始的了这个概念规划。当然，已经礼拜呢，也已经前一段前头这站呢，已经六组将到了继承以新时代需要所学的概念规划，来甲做一个做一个开始。所以以前一段就讲，概念会新时代所讲的概念会前头这段是讲接代性。当然，大家要讲新时代所讲的概念会，如果会当照咱的一修持，也已经是一个连讲。不可思议，后期咱的成就规划的一个修炼和实践。当然呢，若要甲讲下，伫头一段，伫咱六组当中，六组委员大师，伊所开始的对体量方面呢，拢有讲到。当然，这一段来讲为一个上有记性，因为迄阵记性还未开幕，所以到了一段心地无非自性界，心地无起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。这一段呢，讲完呢，应该讲记性也已经开幕。所以咱前礼拜拄好到这站呢，伫遮呢，互咱像咱大家做一个检讨讲，心地无乱自性定。为什么他心地无非无起无乱为之概念慧？当然，前礼拜我才参考这个报道讲，因为咱有妄心、妄想、妄念，所以咱出生形事了后，所产生出来的一寡种种这不好的内心的众生，就咧讲这当中呢，咱所谓之概念会，它已经为咱的根本来入手，所以六组所讲的所开始，也就是由高地上。来伫咧开始，但是新秀伊所讲的是依着了因地上所讲的一种想法，所以呢，伫这当中呢，当然产生了开悟到无开悟一种这个赞处。因此，其实开悟的人并无赞处，所以才讲心地无乱。为什么会心地？咱修炼法度者，心地为什么会乱？因为咱就是妄心。妄心若起，妄念若生，妄想若出的时阵，当然呢，若讲俗语一句话，讲天下本无事法，庸人自了之。所有一切烦恼痛苦，皆为咱的身体上而产生，就是咱的妄心而产生。所以有了妄心，造成到咱的心无法度来安静了。所以，以前一礼拜，我昨昏报道讲，什
圣人为什么伫大学叫做定静安稳？所以这静的进前一定爱定。那既然要定，相信也一定爱理智先基础。那当然，咱大家拢了解智先基础，理智的所在，就是咱名书甲咱所理智的所在。所以，但是因为甲咱理智，毋过呢，迄是若要甲讲呢，自性出现表伊的所在，而呢，咱拢无法度真正由了迄个所在，落去关照自己的心性。所以呢，才造成咱无心生的当然心就乱。那心若乱，自然理智就失；理智若失，自然智慧就歪唔掉。这科学伫前礼拜学校甲咱做一个报告。所以呢，简单讲，心底的乱，就是因为咱的心性无定，咱的无心生，所以才产生了烦恼、痛苦、种种一切的这个应验而产生。所以呢，这当中呢，造成到咱，若讲心肝乱糟糟啦。所以因此伫这当中呢，咱自然失去了迄个定心的功夫。所以咱修行学道，就是一定爱啥？修了是咱的无心。无心若修，若业，自然呢，咱的无心无生，咱的妄念无出，咱的妄想若无产生的时阵，自然咱就啥？若讲心安理不定。所以因此伫这过程中呢，这就是咱心灵学道所为了根本，对咱的心理当中呢，咱一定无心通生出来，自然呢，咱的心理就会产生了混乱。所以这当中呢，不精不减自金刚。所谓之不精不减，咱大家拢了解，自性本来就有足。伫第一篇牛肉片的时阵，六祖就甲咱讲，咱的自性本自有足，那既然有足，当然呢，无啥物物件能够烧天，甚至呢，咱嘛无失去啥物物件，所以咱过去拢时常讲，咱发着去互拍，太互拍去，其实咱的发着无拍，只是以咱的色心妄念去互卖掉的，去互放掉的，并无拍。只要咱将了边缘妄心妄念去除掉。那咱的自然，咱就发觉会当显露，所以不精不减，伫这当中呢，嘛会使甲做一个以后天接受了边缘做一个比喻。所谓之不精，如果咱若无心妄念、妄想甲增加落去，自性嘛无较低。甚至咱大家妄心妄念、妄想落去，自性嘛袂较精。因为啥？自性本自清净。只是咱的心理黏着了边缘，产生了败坏咱自性的光明之意。所以呢，不精不减，原本就是咱的菩提自性。所以呢，菩提自性本自有足。如果咱若会当真正是修学道的过程中，达到呢这种的过程，就讲心地无亏、无痴、无乱，自然呢，咱自性自当讲真如自性的。就啥本自泰山，就讲自不动。所以咱若要修练以后，自然咱的心袂乱。咱若无分的心，咱的心无是非。如果咱若有失去理智，那安尼咱就做成了无trí之事。所以呢，若安尼咱伫修学道过程呢，若会当保持得了真如自性，那安尼咱心起心然呢，这所谓是心起心然，就是啥？生死的大事，心来为之生，心去为之死。所以心来甲心去，如果咱来当达到真正不精不减，菩提自性本来真如的话，那安尼生甲死是你自然。是因为咱有了亏、有了痴、有了乱，所以才产生了生死两种是两回事。如果咱若有呢，若你亲像过去圣贤先祖因达到开悟的话，来生甲死去都一样。所以心来心去本三昧，你所谓之三昧，简单讲来讲，就是正知、正见、正定。所以若会当真正达到心来心去不精不减的话，那安尼咱有法度达到正知，自然就无非。有法度达到正见，自然就无痴。
真来分三脉。那成为其火车乃停伫闭关，五分换心，缓和丢劲，回除真如，发还不定，输天气。所以二大组开始了是继承了后，二呢继承呢，会咧讲，今日了大组开始咧已经开幕，有了这句期，会当讲继承已经开幕，所以伊才会向着了大组。形成了五分换心，因为已经了解讲，咱人本来生在了这个世间，这个假体，这个是一个虚幻的假身，虚幻的假体。那这个虚幻假体呢，是由着了四大的五分所合成的。所谓这五分，当然咱大家拢了解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就是五分。那因为呢，台湾的卖消费半点钟，所以大汉在写色受想行识是五分，所以这个五分所幻化而成的这个虚假的这个色身呢，咱拢了解这个色身啊，安尼是三性。那四大加了后，这是一个幻身，虚幻的虚幻的色身哦。那因为这个虚幻的假身，这个假身呢，生存在了这个。苦海就是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不可能称为是苦海的，这个嘛是一种的环境。所以呢，一般过去前才有咧开始讲，这个世间苦海是少大的，是少大的尔。甚至呢，困难来讲，凡所有上皆是希望，凡是话即半日所有坐电车拢一定会歹。所以咱住这个家，咱住这个世间呢。形形色色，有一天嘛是会归于到的。所以这个幻和有境，就是讲，凡是咱的凡心，咱所住、所接触这个环境、环境、环境，这一切，这拢是一个假想，这拢是一个假存在，这袂当达到究竟，这袂当达到究竟。所以呢，咱若会当真正去了解到了这虚幻的假境、色身了后呢，回除真如。会当真正关照着咱的内心，来回光返照。所以咱修行学道简单讲，就是伫咧回光返照。那接着了，过去一寡古典伫咧讲，什么叫做修行？因为咱既然是修行学道，要回光返照，要对真理参悟，要对自性会当互升华。那安尼呢？咱必须真正所谓是修炼学道，那什么叫做修炼能力？简单讲，有时啊，咱就我在修炼，我在修炼，但是什么叫做修炼？修炼简单讲就是修正咱自己不良的思想甲行为，就是修炼。所以呢，来当修正咱家己不良的思想甲行为，所以这不良讲无好的，无好的念头，或者是做唔对的行为，这拢毋是不良的思想甲行为，当然这包含做法，包含咱的心念，包含咱的思维，包含咱的理智、言动、行住正方。所以咱若会当将这唔好的一切思想行为甲修正好行。那安尼才叫做修炼。所以呢，若会当呢回光返照来检讨了着咱真正的真理，而呢对着咱个人自性的过程中，咱真正会当去关照。那安尼呢，这个真如的本性呢，而真正会当回落到原本来这个清净观念。那安尼呢，咱。所有修炼学道的过程中，咱所得到的法，这个法咱过去前才有出去见啥叫做功夫，什么功夫？只要咱修炼学道，要真正伫处间要度到彼岸的一种功夫，而就是一项啥？一项助缘。
什么款的作用？就是讲，伫咱即卖，伫即个苦海咧卖卖过程中，而少着了发，即种的作用会当促互咱真正达到开悟的境界。所以这种叫做法，这叫做法。但是当咱到咱真正开悟了后，这个作用咱有经过，咱才会做咱有用。这个功夫咱会晓使用的过程中，当咱到咱开悟的时阵，到咱真正心性提升，了解真理，真正讲人生，明白家己的内心世界，甚至去除了内心世界咧无数的众生了后。就是讲，修正着咱家己思想甲行为了后，那安尼即个法，即个功夫，咱就来下掉。即个功夫已经来下掉。即个功夫若无下掉，即个人祖所讲叫做八百。就亲像过去真正甲咱开始的，咱要过去若无桥要渡溪的时阵，迄只叫白啊白白，所以讲白叫白。即个叫白啊，即个渡溪渡过了后，咱袂使常叫白啊开去，一定爱查，一定叫白啊来八卦去。共款，伫咱伫未来时阵，到咱开悟了后，咱即个功夫在做，咱嘛爱破除掉，嘛爱破除掉，啊，若袂会去互万百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才讲来讲回除真如，真正会到回光返照，返照自己内心世界，而修正自己的思想，活好了后，会了到本来清净光明的自信，那安尼即个法。要再水用，所以这个法是一个功夫，所以才讲法还不净。因为若无效法，若无效了，那安尼咧，迄就是咱修行学道的障碍，修行学道的障碍。所以这当中的知识提供到遮，就咧讲已经开悟，是了咱做甲开始，心地无畏，心地无痴，心地无乱，会当真正得到了戒定慧法。所以有遮人做遮讲啥？伊头前才讲。五戒定慧才最上圣智，所谓是最上圣智，就是开悟的圣者。所以伊处理这当中的合作，遮当遮的心内，看这讲安尼只是已经开悟，所以才讲书圣智。所以这是这一段的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发伫这两段的简单来做一个报告。那因为咱当然呢。因为这段太长，咱特别像姊妹的同修呢，咱拢是要来用行，所以后壁面呢，就要甲讲咧用行呢，有时啊，我对遮款的咱讲咱是这人，但讲我们做油枪，因为咱有讲过讲，互大家真现在地用自愿的起来配合。如果若真正这些现在就拢无自愿的，到尾啊，上尾的办法就是，领人组长爱照领人，因为咱就真有年就讲了，但是呢，毋是领人组长了，凡是参与宣传的讲师，拢爱开学。因为上头的成绩，因为有时咱领组长有时啊可能去宣传，但是讲师有咧宣传，所以呢，参宣传的人员咱是有人来学。那伫这段当中呢，当然咱要安怎来做？咱经过咱这本书准备出来，无即个这本书给咱看这个行规上，要安怎来做一个大家做一个打合，要安怎来分指示，是安尼依咱文字所讲的。那如果真个大家无要自愿去结合的，就是由讲师加官邸的组长领人轮流开学，这是我直接今日来做一个报告今日我直接最后做一个情况，就叫结束，是。